想讲拍电动哦是少年人的活动，新北市政府今仔宣布讲要来推出老大人的电竞课程，教老大人拍电动，唔但会当来激头脑哦，嘛通讲家里事事有话题通开讲。 老大人操作电脑拍电动，原来不假努力，透过团队合作，占领据点，就会当得到分数，拍败对手。根据新北市政府统计，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超过78万外人。为着要让老大人增加手甲目睭的敏感度，新北市政府伫个拍电动基地办活动，教老大人拍电动。我发觉到好像有增加他们智商。 还有他们的敏感度，所以我不反对人家打这个。那我再回归到我们老人家来打这个，我鼓励老人家来玩这个，上两以减少你老化。现场有参加活动的老大人表示，来学拍电动，互伊家己有感觉比搁较少年，嘛了解到少年人为虾米爱拍电动。新北市9月份开始，头摆举办甲老大人拍电动的活动。 透过这个活动，希望会当让老大人了解拍电动无一定就是无好的代志，嘛会当了解少年人爱耍电动的原因，后世代之间会当互相交流。为了让我们长辈、我们的银发的好朋友们，能够对电竞更加的了解，甚至自己如何改善亲子关系，自己也能够融入，去享受电竞所带来的快乐。 市政府表示，为着因应人口高龄化，新北市成立612个社区关怀据点，希望照顾老大人。另外，这届办这个活动，对8月13开始报名，要收60个学生，希望会当让老大人甲少年人培养感情，嘛提升老大人的生活品质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玲，新北市报道。